9合1的大選已經進入倒達算100天。中選會今仔日是打出選舉公告，宣布今年的選舉人數大約有1965萬人，其中有60萬人是投假投票的。而在這 AI 快速發展的情形下，中選會8月也特別來成立深櫃影音防治專案小組，甲檢警司法部來合作，避免這變做影片會衝擊選情。21月28投票日剩100天，中選會主委游盈隆親身把2026 9合1大選的公告打出來，宣布今年選舉的人數大概有1965萬人，其中大概有60萬人是頭一擺投票的，預計有8906個選區，而且有30萬的選務人員。同一天，選舉產生的地方公職人員的數量，以及選舉種類、選區、選票。以選務工作的複雜程度而言，堪稱是地表上規模最大的、最複雜的民主選舉。強調講會用辦喜事的心情來籌備選舉，不過在 AI 快速發展，中選會8月嘛成立深櫃影片防治專案小組，甲檢警、司法部鬥陣合作，避免假影片影響到選舉。我們是未雨綢繆啦，那我們也不能夠過度的這個去強調這些部分，因為這個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也不見得是好事情。世界各國的這個聲偽影音去衝擊選情的都有利這個候選人可以用電子方式透過這個網站來通知這個網絡平台業者，以加速這個聲偽影音的移除。也那立法院通過變形、廢除非核家園，還有交通法官專用3項公投提案。游盈隆就指出，審議委員會會延到28召開，會嚴格審查是不是成案。不過伊嘛強調，若是大選和2項以上的公投鬥陣投票，開票都會翻點。111年9合1地方選舉加一項修憲公投，最後開完是晚上11點40分。2個那一定當然是過午夜了，那3個大概就是1、2點。也拿被動團提出的一票多案公投法修法，游盈隆閣再強調，立法若太過逼促，對選務會造成真大的衝擊。最近嘛已經去國黨團拜會，希望表達萬請立法，愛甲立場長期討論後交文。記者綜合報道。